大家好，呢度係雷達新聞短打，我哋即刻入正題。王菲造型翻車，成為微博熱搜焦點。女神都係人，定係化妝師玩嘢？2026年初一，當央視馬年春晚啱啱落幕，天后王菲個舞台造型就即刻變咗全網熱話，仲登上埋微博熱搜。今次佢第6次上春晚，唱嗰首《你我經歷的一刻》，但係大家嘅焦點竟然唔係佢把聲，而係佢對眉毛同埋嗰對透明水滴耳環，由化妝細節到身上嘅飾物，全部被網民逐格放大嚟研究，成件事喺網上傳得好勁。其實唔係講佢唱得唔好，而係佢個妝同對耳環真係嚇親唔少人。嗰對水滴耳環被笑話好似洗衣膠囊，甚至有人話似蝦片。對眼眉仲誇張，畫到好似連埋眼線咁，成個視覺效果非常之前衛。有人話天后老咗，亦有人話佢係咪得罪咗化妝師先至會搞成咁。其實呢件事最懸嘅地方係，大家唔係頂唔順王菲變老，而係頂唔順自己心目中嗰個完美神話有裂痕。當藝術家喺度追求緊佛系禪意，平凡人只係想揾翻個雲中仙子。呢件事證明咗一件事，人真係唔好太過神化一個人，因為當神跌落凡間，最難受嘅通常唔係神，而係嗰班唔肯清醒嘅信眾。大家成日講優雅地老去，但原來當女神真係展現出真實嘅疲態，大家又會第一時間揾化妝師出嚟祭旗。到底我哋係愛王菲，定係愛嗰個永遠唔會變老嘅幻象？你又點睇呢？留言話我知你嘅意見。呢度係雷達新聞短打，如果你中意聽，請即按訂閱就唔會錯過下條影片。約定你下次見。呢度冇大道理講㗎，只係負責偵測下啲趣味情報。如果你覺得呢堆廢話仲算有營養，歡迎按 Thanks 請雷達飲杯咖啡。真係好多謝你，雷達靠你撐，下條片見。